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预备朝见主。让我们在做礼拜之前，我们预备好自己，将自己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用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一切需要的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早上，能够与众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你、歌颂你、赞美你。你是信实的，投靠你的都是有福的。你为爱你、守你诫命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愿你来施恩帮助，让我们能够聚焦在你的面前，能够将我们的眼目定睛于你，使我们单单来仰望你，单单来爱慕你，单单来寻求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让我们所有的崇拜，所有的敬拜赞美，所有的歌声，所有的这些的尊荣，都荣耀归给你。也纪念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都十分的平安。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在任何地方，你也与他们同在，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人员的运作、器械的安排，都为主你所使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敬拜上帝。弟兄姐妹平安，请安静心，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亲爱的上帝，我们满心赞美你，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来领受你的赐福，借着聆听你的话语，好让我们坚固信心，走在你的道路上。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接下来是我们的诗歌敬拜，会众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一同起立。
人生他成就大事，为爱世人生子，赐下独生子，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荣耀完全救恩，主宝血供训，凡信者得永生，神应许世人。只要我众罪人真心接纳主，已经信靠耶稣，必蒙他饶恕。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接生子耶稣，我们得大欢喜。至圣至尊荣我主耶稣基督，将来得见主面，何等大恩福！赞美主，赞美主，全地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快乐高兴。请来接主耶稣进入父家中，荣耀归主，他已成就大事工。请依然站立，让我们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第29篇，旧约的561页，旧约561页。待会由我
诗会念这个白色的启文，会众念黄色的印文。上帝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上帝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他也随之跳跃如牛犊，使利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净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接下来是公祷部分，为中南美洲的海地祷告，使他们生活文化中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也为卫理公会中部教区逢甲卫理堂的汤祖和牧师来祷告，为教会奉献充足，同工牧者同心健康，也为2026年新的一年开始，台湾百姓能够得平安，国家社会也能够免于恐惧的自由来祷告，也为学期末这个年轻学子寒假能够有好的时间安排来祷告。接下来是主祷文部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待会现在的经课部分由我来攻读。以赛亚书的42章1到9节，以及这个使徒行传的10章34到43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上帝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新事说明。这事未发以前，我就说给你们听。接下来是使徒行传的部分。
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之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上帝怎么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上帝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上帝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上帝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恕罪。接下来是读经部分，是马太福音的第3章13到17节，在新约的3页。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是这个诗班献诗。
谢谢诗班。接下来是我们的颁奖，以下人员为完成一整年的读经的，请。弟兄姐妹，我们很高兴来为这几位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给予他们奖励啊。我所谓的奖励就是鼓励啦，不算奖励，是鼓励啊，鼓励奖就是一年当中他们完成了这个读经的进度。那很多人会问说，这个读经进度要怎么完成啊？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也有意愿的话，今年也可以开始啊，因为今年才刚开始而已。所以跟大家先介绍这几位啊，他们在去年度，他们不管是自己的完成的这个读经的进度啊，勾这个叫做读经的读经卡啊，或者是他有跟着这个新眼光的读经有做一些的记录啊，或者是有一些的读经的小组，他们有一起的读经完成的，我们有这几位的这个弟兄姐妹啊，我们就为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个鼓励的一个颁奖。好，那我们请念到名字的好像弟兄比较没有啊。好，这个姐妹们啊，请到台前来啊。好，这个如君、爱珠、淑英啊、黎华、逸贤、逸婷、美满、芬华、建莹、蜀云，还有玉华、慧玲啊，我们这几位啊，请你们到台前来好吗？啊。我知道今天有几位可能请假了哈，所以但是没有关系，就请我们刚刚有念到名字的几位，请你们到台前来啊。好，那我们诗班的班员很多哎，非常好啊。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读经的当中，刚刚提到了，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啊，也许你有一个进度表，或者是你可以跟着新眼光，或者是你有一个团体可以一起的读经。那但是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做下记录，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哇，我这一年当中，我居然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就要为这几位来颁发我们的这个读经奖。然后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样的一年的读经当中，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鼓励啊，好，那我们就为他们来颁奖啊。好，给我们的慧玲姐，没关系，OK。好，我们的爱珠姐啊，爱珠姐，好，好，我们的淑仪姐，谢谢，好，贤，一婷，好，玉华，林姐，好，我们的建议，谢谢，好，我们拍手来，这个谢谢他们来，我们有那个相来照相的。好，谢谢，好，请回座，谢谢。好，这个是鼓励啊，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们只有读部分没有读完没有关系，就是我们至少往这个方向走是好的，所以也跟大家来做一个这个工商服务一下啊。我们今年要开红本门徒，红本门徒其实也是把圣经读完一遍，所以如果你希望今年要能够激励自己，能够一起读完圣经的话，我们一起参加红本门徒的课程，把课程上完，圣经就读完一遍了啊！上帝帮助我们9个月的时间把圣经读完一遍，上帝带领我们啊！谢谢。接下来请潘传道为我们来讲上帝的话语。今天的题目是：他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之前呢都以为在神学院学的时候是学那个三位一体，但是呢我在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见到三位一体这4个字。那我就是从这段经文，然后看到了三位一体的同在，所以我对这段经文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我今天听的题目是他为什么非这样不可？那我就想到我的小时候，我读幼稚园的时候呢，
对一切的东西都感觉很新鲜。那时候我住在教会嘛，所以父母和弟兄姐妹啊都说，你不可以做这个哦，你不可以做那个哦。然后很多次我的父母也跟我讲说，你不可以动这个，你也不可以动那个，不能做这个也不能做这个。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告诉我说为什么不能做。那所以我就越来越好奇。那有一次呢，我就去，有一次我就又在问为什么，然后就是每天问嘛，就是为什么。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孩子都这样。那有一天呢，我就收到一本书，可以帮我放我的 PPT 吗？我就10万个为什么。然后呢，就是我父母就送我这本书。那因为他们实在很忙，他们还要探访，然后还要牧会，那所以呢，他们实在没有时间回答我这些问题。所以呢，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们真的很忙碌，然后又很可怜，还要回答我这些问题。那有一阵子，他们就跟我讲说，那个插座是不能碰的哦，就是以前的插座好像跟现在的插座不太一样，我不太记得。但是他们就说那个插座不能碰。他们越讲，然后我越一直看那个插座。然后有一次呢，我就真的我就去用手指碰了，然后结果我就触电了。然后我电到之后，其实我还蛮开心的，就是我知道那种感觉。那所以呢，他们会因为这样，然后就认为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吗？不会，他们不会这样呢，是因为我的身份呢，在出生之后我已经被确认了，所以他们不是看我的行为才决定爱我，是因为先确认了我的身份，所以才爱我。所以他们为了我做了很多非做不可的事情。所以今天的主题呢，它为什么非这样不可？我们可以一起来探究，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真神做出许多因为我们而不得不做的决定。那因为刚才是主席来念这段经文，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就在马太福音3章13到17节，请。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翰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到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段经文有什么耶稣非做不可的事呢？首先，他其实不用受洗，却选择站在水里。我们先来看看受洗的定义是什么。在我去年然后为2个受洗的弟兄姐妹然后上基要真理的时候，我有问他们受洗的定义是什么。受洗的物质呢，具体物质是水。新约受洗的希腊文呢，基本的意思是浸入、没入、沉入水中，就在水里沉下去的意思。所以呢，初期教会呢都会全身浸在水里，然后来行这个洗礼。所以呢，这个进出呢、进入、出来的动作就被用来表达与基督同死、同埋葬。那出来这个动作呢，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成为新造的人，也就是罗马书6章所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受洗呢，是从罪和旧生命当中被洁净出来。所以受洗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借着水把自己交给基督，与他一同死，与他一同活。这也是一个公开的宣告，我信靠他，我属于他，我加入神的家，也在这当中领受罪得赦免，并且开始一个全新的生命。所以你们觉得受洗适不适用于神？你们觉得呢？看到有人摇头。对，受洗不适用于神，因为他不会犯罪，他也没有所谓的旧生命，在神的里面都是纯全美好且良善的属性。所以施洗约翰呢，来看见耶稣要来受洗，
当时他不确定说，他是弥赛亚，但他知道，他以先知的身份是来为弥赛亚铺路，而且他也有属灵的意识，知道弥赛亚要来。所以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有隐约猜到，耶稣可能是弥赛亚，但是他对耶稣的要求受洗觉得很不妥，所以我想他当时应该是极其困惑的。因为依照逻辑而言呢，应该是身份高的为身份低的施洗，不应该是他为耶稣施洗，应该是耶稣为他施洗才对。所以施洗约翰在11节很清楚的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施洗约翰很明确传的是什么的道？悔改。他传的是悔改的道，因为他没有赦罪的能力，只有神才有，只有那一位弥赛亚才有。所以施洗约翰才会很困惑、很犹豫。但是呢，耶稣见到他说了一句让大家都觉得很文言文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理当这样行诸般的义。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说，现在就这样做吧，因为这样做是在实行上帝的要求。这样是不是就很清楚了？就是你可以看一个圣经的和合本，但是你可以去看其他的版本。其他的版本就是现在就这样做吧，因为这样做是实行上帝的要求。所以尽诸般的义是完全顺服上帝救赎计划中的每一个要求。因为施洗约翰是一个很顺服的先知，所以他听到耶稣讲这个话，他就为耶稣施洗了。为什么无罪的耶稣要选择站在水里被人施洗呢？因为第一点，他要顺服天父的旨意。耶稣是第几个位格？大家知道吗？三位一体第几个？对，第2个位格。所以呢，耶稣呢降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是耶稣道成了肉身，他就没有神系了吗？不是，这不是减法，这个是加法。耶稣的神性加在人性的上面，他的神性没有消失。所以呢，我们一直讲到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有神人二性。第2个呢，是与罪人认同，耶稣接受悔改的洗礼，他主动呢站在罪人的当中。约旦河边的悔改洗礼，本质上是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行动。因为马可福音1章5节说到，众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耶稣走进同一条队伍，等于公开宣告他站在罪人那一边，而不是站在别处高高的指责人。另外，耶稣把人应该尽的一切义务和顺服做榜样给我们看，所以洗礼成为主所亲自设立的圣礼。第3个呢，是他必须要启动公开的侍奉。耶稣日后整个救恩事工，包括什么传道啊、医病啊、赶鬼啊、受死，最后复活，都是从这件事开始。从与罪人站在同一条线，为罪人背负一切的姿态出发，这都表明耶稣独特的身份，他是弥赛亚。第2个，在耶稣身上非这样不可的事情是什么呢？不缺能力，却接受圣灵膏抹。经文当中呢，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圣灵为何以鸽子的形式呈现呢？有2个。第1个呢，是马太福音有说到，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鸽子像什么呢？鸽子象征着圣灵的温和还有无害。然后另外一处经文在利未记，可以看到右边利未记，那就是说鸽子是洁净的献祭动物，所以这2节经文呢，呼应了耶稣的无罪和心里柔和谦卑。第2个呢，是挪亚在洪水过后，我现在来问一个问题，是先放乌鸦还是先放鸽子？去找那个树上的叶子，有没有？就水有没有干？
是先乌鸦还是先鸽子？对，是先乌鸦。所以呢，这一节在洪水过后呢，挪亚先放了乌鸦哦，后来才放了鸽子。然后鸽子衔了橄榄枝回来，象征什么？大水退了，神对人的审判结束，神和人拥有暂时的和平。所以基于以上2点，圣灵上鸽子的形状降在耶稣的身上。再来，为什么耶稣要受圣灵的膏抹呢？因为刚刚有说到，耶稣有完全的神性，他其实大有能力。那我来问几个问题：创造世界的时候，耶稣在不在？用手指，就是上帝用手指写下给摩西的2块十诫石板的时候，耶稣在不在？在。上帝同意撒旦让约伯受苦，后来又使约伯昌盛的时候，耶稣在不在？在。所以耶稣都明确的参与整个旧约到新约的历史。你说他的能力不大吗？他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大。那既然他的能力那么大，为什么还要接受圣灵呢？他不就是整天跟圣灵在一起吗？我们先来看3种人的例子。大卫呢是君王，当他受圣灵膏抹时，他从牧羊走向王权的侍奉。以利沙呢是先知，当他受圣灵膏抹时，他得到了双倍的圣灵感动，他所行的神迹正好是以利亚的2倍。亚伦是祭司，当他接受圣灵膏抹时，他进入圣所来侍奉。这3种职位正好预表了耶稣基督是君王、先知及祭司的身份。当一般人，就是我们一般人都要用圣灵的膏抹，我们才可以进入对神的侍奉。耶稣降卑成为了人，所以他也必须要经过圣灵的膏抹，才可以在地上展开地上的侍奉。因此，接受膏抹是顺服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为什么圣灵要降在耶稣身上呢？也要降在我们身上呢？是因为要装备，使耶稣有能力承担在地上的侍奉，让圣灵内住并引导他的人性侍奉。所以虽然耶稣有神性，但是跟我们一样也有人性的软弱，所以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去侍奉，而不是依靠他的神性。这样的说法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盼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也能够像耶稣一样，依靠圣灵的能力去来面对各种的苦难、伤害、疾病和死亡。若是没有神性的我们，没有一个榜样在最前头，我们一整个人会是了无希望，没有办法，只能在世上如行尸走肉般苟且的生活，而且没有喜乐的人。所以耶稣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为要成为那靠圣灵行事的人子，作为我们可效法的榜样。他的事工就非得在圣灵公开降临，以膏抹之下开始不可。我来举一个例子。一天半夜，消防警铃大作，一栋老公寓着火，火势就从2楼窜出来，然后窗户就整个冒黑烟。大家都看过火灾嘛？那其中有一个年轻的消防员哦，他就赶快赶到现场，因为年轻嘛，所以呢对工作怀抱的热情，所以他就看到有人在阳台上大喊救命，他只有一个念头，他说再慢一点人就没了。所以他一边跑就一边戴头盔，一边穿防护衣，一边戴那个呼吸器。然后一边跑的时候，然后旁边的资深队长看到了他，声音很大声，就拉住他，就说停下来，装备还没有完成。那一秒，年轻消防员他就要爆炸了，他就说火在眼前，人还在里面，他就吼回去，就吼队长，他就说队长现在不是停下来的时候。队长没有提高音量，只是看了他一眼，就说你现在进去，我5分钟我就要派人去救你。于是他被逼着停下来，把防火衣一条一条的扣好，然后头套拉紧，然后把
呼吸器用密合，然后深吸一口气，看那个呼吸器是不是里面是氧气。然后等到他真正踏进火场的时候，里面的温度比他想象的高非常非常多，而且浓烟呛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后来他才知道那层楼全部都充满了一氧化碳。如果刚刚没有把呼吸器确实的戴好，他就不是在救人，而是在火场里昏倒，成了第二个被救的人。事后那位消防员坐在路边，他的防火衣还冒着热气。他对队长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刚刚以为你在拦我，现在我才知道你在救我。圣灵的高摩也是这样，就像消防员的设备装备，不是因为耶稣没有能力，因为他要走进的是比火场更真实的战场。装备不是限制行动，而是为了活着完成任务。消防员的能力、勇气、使命感都是真的，但是没有装备，能力只会变得更鲁莽。最后在耶稣身上非这样不可的事情是什么呢？不需证明，却听见天父宣告。我们来看这个句话：身份先于行动。在耶稣受洗以前，以色列经历了长达400年的神圣沉默期。马拉基先知之后，天不再开启，神不再向先知说话。因此天开了的记载标示着启示的恢复，神再次向他百姓说话，且这一次是直接宣告他儿子的身份。这种启示的特殊性在于公开认证的性质。马太福音呢是采用第三人称的表述，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是呢，在马可、路加，他是讲什么呢？你是我的爱子，我喜爱你。所以这有很大的不同。在马太福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但是呢，在其他2卷说你是我的爱子，一个用了第三人称，一个用了第二个人称。那为什么要用第三人称呢？表明说这段话是说给大家听的，说给在场的人听的，目的在确立耶稣作为弥赛亚王的权威。耶稣是基于已经蒙爱的自我身份确立，然后去侍奉，而不是为了赢得天父的爱而努力。反过来说，如果耶稣没有身份的证明，耶稣可不可以完成事工？可以吗？耶稣如果没有这个身份的证明，耶稣可以完成事工吗？可以，因为他是神嘛，可以，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神嘛。但是呢，他没有办法名正言顺的用天父所赐下的权柄来医病、赶鬼和传讲天国的道理。所以如果不让天父公开身份，耶稣不会在历史当中是公开被认可为爱子、君王、仆人。若不让天父公开身份，我们怎么会有客观可记录的神圣宣告作为信心的根基呢？若不让天父公开身份，耶稣无法做我们自我认同的榜样。让我们学习在以蒙喜爱的声音中面对试探与侍奉，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去证明我们是谁。在这段经文中其实是有一些彩蛋的。我刚刚有讲一个彩蛋，就是天开了。另外一个彩蛋呢，就是爱子。爱子呢，它是旧约联系旧约的，就是联系了旧约，它也是另外一个彩蛋。因为他用了诗篇第2篇第7节，我要传耶和华的圣旨，他对我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了你。还呼应了创世纪22章第2节，上帝说你要带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独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指示你的一座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当中亚伯拉罕所爱的儿子以撒献祭，暗示了耶稣最终的牺牲。所以呢，这个身份就是神儿女的身份，
就是耶稣是神爱子的身份，如何完成防御的力量呢？如何成为耶稣防御的力量？就是受洗后的宣告，与随后被圣灵引到旷野的试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魔鬼试探的核心策略是什么呢？魔鬼2次以你若是神的儿子作为开口，试图诱使耶稣透过行动来证明身份。耶稣拒绝以石头变成饼，或跳下殿顶来证明自己。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魔鬼说的没错，但是耶稣没有落入魔鬼的陷阱。他不展示自己的力量，而在于他坚持对父神宣告自己为人子的身份。所以耶稣以自己的身份带来权柄的得胜，不费一兵一卒。因此呢，我们是儿女的身份也同等重要。当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诱使我们落入他的陷阱，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是神儿女的身份，上帝会帮助我们面对一切，和我们同在。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身份，就能够向上帝支取力量得胜了。因此，身份不是用来证明的，而是用来依靠的。所以我们要，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依靠我们的身份，不是用来证明的，而是用来依靠的，向神来支取力量的。我从小就很喜欢看迪士尼动画。在我那个工作之前啊，我对迪士尼动画如数家珍，就是它第一部什么，第二部是什么，我都可以这样子背出来。然后我还去买它的那个之前是 VHS 嘛，录影带，后来才是变成 CD。那我就是买了，就是它出到哪一集我就买到哪一集。那我除了最喜欢的有一个动画，这个社青应该知道，我最喜欢的那个动画是《星际宝贝史迪奇》。然后除了这一部呢，我还很喜欢另外一部呢，是什么呢？阿拉丁。对，阿拉丁呢和魔法师呢，坏的魔法师甲方对决的时候，甲方已经成了最强的魔法师，所以他可以用魔法打败阿拉丁和蓝色的精灵。但是呢，结果在最后一刻，阿拉丁说：“你虽然是最强的魔法师，但还有比你更强的，就是精灵。”甲方听到呢，他就很生气，很生气，他就说：“怎么全宇宙还有比我更强的呢？那我要变成最强的精灵。”他就跟蓝色精灵许最后一个愿望，结果他真的变成全宇宙最厉害的精灵。结局是什么呢？其实我有一片影片要给你们看，但是呢，里面没有中文字，但是我刚刚已经讲解了它的这个过程。所以呢，看动画呢，好处呢是不用中文字幕也可以看得懂。所以我们来一起看这个，请音控报，没有声音呢。You! How many times do I have to kill you, boy? Get the lamp! No! Princess, your time is up! Jasmine! Oh, nice shot, John! Don't toy with me! Abu! Things are unraveling fast now, boy! Get the point? I'm just getting warmed up! Are you afraid to fight me yourself, you cowardly snake? A snake, am I? Perhaps you'd like to see how snake-like I can be. Rack 'em, rake, stick that sword into that snake! You stay out of this. Jafar, he's our man if he can't do it. Great!
going on? Little fool. You thought you could defeat the most powerful being on Earth. Squeeze him, Jafar. Squeeze him like a... Without the genie, boy, you're nothing. The genie. The genie. The genie has more power than you'll ever have. What? He gave you your power. He could take it away. Al, what are you doing? Why are you bringing me into this? Face it, Jafar. You're still just second best. You're right. His power does exceed my own. But not for long. The boy is crazy. He's a little punch drunk. One too many hits with a snake. Slave, I make my third wish. I wish to be an all-powerful genie! All right. Your wish is my command. Way to go, Al. What have you done? Trust me. The universe is mine to command, to control! Not so fast, Jafar. Aren't you forgetting something? You wanted to be a genie? You got it. What?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No! No! I'm getting out of here! Phenomenal cosmic powers. Come on, you're the genie! I want to Itty bitty living space. Al, you little genius, you. 好，迪士尼动画是不是很好看？那大家可以去那个 YouTube， 然后去找回来复习一下。所以阿拉丁呢没有跟甲方比说谁的魔法厉害，他就是让甲方掉进我要靠更大的身份来证明自己。最后甲方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结局，不是他的魔法决定他的结局。甲方的结局呢，是因为他选择错误的身份。基督徒的得胜呢，不是靠更大的能力，而是站稳正确的身份，在基督里做神的儿女。所以魔鬼呢，都会要我们用行动来证明身份，耶稣呢，却坚持身份来胜过试探。身份不是用来证明的，而是用来依靠的，用来活出来的。因此呢，我们来做结论。查尔斯呢，斯布真说，我们一起来念这句话好吗？请。十字架最重的那一头，总是落在他的肩膀上。如果他吩咐我们扛起一个担子，他也会一起扛。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的一生充满一种很奇妙的张力？很多事情他其实可以不用这样做，但他却一次一次的选择这样做。他其实不必受洗，因为他没有罪，没有需要悔改的地方。但那一天，他却排队站在一群罪人的中间，走进约旦河。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他不是站在岸上指着我们说教的神，而是走进水里，走进混乱，走进我们人生的救主。接着你会看到另外一件事，耶稣一点也不缺能力，他是神的儿子，本来就有权柄，但他没有选择直接开外挂，他选择接受圣灵的膏抹，不是因为他不行，而是因为他要给我们一条可以跟随的路。他在对我们说，真正改变生命的力量不是靠势力，不是靠聪明，而是靠圣灵方能成事。然后最震撼的来了，在耶稣还没有开始传道，还没有行任何神迹，还没有证明他自己之前，天父的声音就在天上响起，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了。”这不是对成绩单的肯定，这是身份的宣告。天父不是说等你做得够好，我再爱你，不是，他是说你是我的儿子，我已经喜悦你。为什么要公开说呢？因为在耶稣里面，我们也得到同样确立的身份。我们不是靠表现来换取天父的爱，而是先被爱，才能够活出生命。
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那种非这样不可的爱。弟兄姐妹，耶稣已经替我们走过那条路了，所以今天神对你说，你不需要变成别人才值得被爱，你不需要一直证明自己才会被接纳，因为在基督里，你的身份早就确定了。耶稣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因为他爱你，爱到不能不这样，而如今他也呼召我们活出这样的身份，不是为了被爱而行动，而是因为被爱，所以行动。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为了我们道成了肉身，谦卑地降在世上。你因为我们做了许多你本不应该做的事，为的就是要教导我们，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也恳求你能把我们对你的爱活出来，也能够去爱其他的灵魂，成就你所说的彼此相爱。也恳求你让我们从你的角度来看见我们的价值，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因为我们这不需要质疑的身份，才能发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使命。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这样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谢谢传道。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回应诗歌，会众请起立。今天的诗歌在心灵粮食157首。让大家有时间回想一下铁达尼号啊。耶稣我主。
会众请坐，请视线同工至台前预备。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赐我生命所有，智慧创意，使我衣食无缺。愿我们以甘心乐意的心，奉上金钱，来荣耀你的名，让更多人感受你的爱及救恩。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没有预备或是不了解奉献意义的话，请安静在座位上，让奉献袋经过你的旁边。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今天有一位新朋友的林满香牧师，欢迎他。一日欢迎，永远欢迎。接下来是我们的来一起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拱手问安。会众请大家坐下。那我这边简单报告一下这个教会的消息。本周开始恢复正常聚会时间。那主日后会在201教室12点举行1月份的执事会。那也为下周1月18来
召开这个陈祖老师来举行会议，在1点半左右。那另外，教会这边也有这个研读圣经的刊物，这个新眼光，那可以这个支持出版社，那大家可以自由奉献。另外，1月17号在台南卫理堂举行这个总会的姐妹座谈会，将由这个玉华师母带领本堂姐妹代表参加。那2025年的绿本门徒将于1月24号结束，那3月份会开启这个红本门徒的课程，那欢迎向传道及这个办公室来报名。另外，2025年的这个奉献确认表已经放入这个袋子中，可以再跟办公室那边来查核或是修正。如果没有这个疑义的话，到时候会寄2025年的正式奉献收据。另外，在3月6号开始，卫理神学院将推广教育自我认识在基督里的自我形象。那这个是可以选择线上或者是实体的课程。那时间是从3月6号开始，可以看一下布告栏。那肢体消息部分的话，也为最近冬季气候多变化，自身的这个免疫力、常规作息来做代祷，也可以为身体不适的来代祷。那接下来是3一颂，会众请起立。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牧师另外做一点报告，就是我们的圣诞树已经拆下了。那我们在去年，也许弟兄姐妹有写一些的祝福卡，还有这个苹果装在树上的苹果。如果各位有这个，等一下到招待处的地方，可以看一下自己的卡片是不是还在，可以来看一下今年上帝给你的祝福。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同蒙福。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身份，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先成为你的儿女，然后成为你的仆人，来侍奉你，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荣耀归给你。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满有盼望，满有喜乐，满有主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会众请坐，大家在殿乐之后可以彼此问安交通，如果有需要祷告的，洽牧师。